太鲁阁族之织品小教室，卑网都干，有趣，有趣，真是太有趣了。什么东西很有趣啊？也跟我说一下嘛。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记得你特别喜欢研究太鲁阁族的文化，我刚刚看到一篇相关文献，你应该会喜欢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已经准备好听你说了。那我开始说了。这是卑网，又称为网袋，是太鲁阁族猎人上山时必备的物品。弹性的空间可以容纳许多猎物。传统上是太鲁阁族男性的技能，用苎麻绳索制作而成，将苎麻搓揉成绳，再使用编织工具透过编、挑、钩的技法编成。最特别的是保存方式。过去大家认为将猎物的血涂抹在卑网上，变红的卑网会变耐用且不容易损坏。好特别啊！我现在好想看看卑网真正的长相。别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卑网还有另一种功能。太鲁阁族男性猎手后，会用卑网背负割下的头颅，且必须把头发拨出卑网外，让人一看就知道里面装有首级。我迫不及待想下凡去了，好想听关于卑网的更多故事啊！是吗？那收拾一下，我们走吧。本课程为民族语言与传播学系中的数位传播课程，指导老师为黄玉超老师。资料及图片来源是由台湾太鲁阁族语言文化资产教育学会提供，特别感谢台湾太鲁阁族语言文化资产教育学会。